起在台上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。好，小小一点的分享呢，就是过去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路。从去年父亲离世开始啊，对我来说啊，我的心里有很深的一个悲伤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工作上的种种的压力，然后甚至一度出现那个自律神经失调，也就是身心的一些状况。那我身心都感到很沉重，然后，但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不停的祷告，所以我真实的经历到，虽然我自己很软弱，上帝却一直用他的恩典托住我。神没有让我跌倒，反而一步一步带领我走过来，也让我重新看到盼望。然后今天我和我的家人们要献上这首诗歌，所有美善的力量。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全家在感恩节对上帝的感恩以及感谢，也愿听见的每一位家人能得着安慰与力量。